如果用一個詞語去形容於言如風，我會用緣分呢個詞語啦。製作呢個古仔嘅題材啦，獲獎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大家都用多啲角度去講香港嘅故事。我哋嘅得獎項目係一條15分鐘嘅動畫，咁主要咧係講述一個舊屋村即將清拆，女主角需要搬離屋企，而被逼離開家園嘅。咁佢點樣面對呢個過程咧嘅故事？咁今次嘅主題係離別嘅，咁就係講我哋點樣去面對一個家園消失同一啲環境巨變。將我哋 3D 嘅製作加入咗呢個 2D 卡通化嘅角色，糅合唔同嘅技術去製作嘅。堅持係唔用 AI 嘅，就係全人手去做嗰個真實生活嗰個質感嘅。因為我哋想重現自己喺屋邨見到嘅一啲生活痕跡。咁我希望觀眾睇到之後係可以透過呢個作品回憶起自己生活過嘅地方。咁我哋團隊咧就係一個導演同埋2個動畫師啦，每個人都要身兼多職啦。3D 嘅製作係牽涉好多角色同程序嘅，咁喺時間管理方面就需要好嚴謹。咁今次就首次係用對白去講故事嘅，我哋就揾咗個專業嘅編劇幫我哋潤色咗啲對白啦，同埋亦都邀請咗啲專業嘅配音員幫我哋配音嘅。我哋有時喺海外面對一啲觀眾嗰陣時咧，佢哋都唔清楚原來香港係有動畫製作嘅，咁就會有個香港冇動畫咁樣嘅形象。我哋希望我哋透過做一啲高質嘅動畫啦，去改變呢一個咁樣嘅印象咯，去對香港嘅動畫有信心啲。咁首先啦，我好感謝評審團睇到獨立動畫短片嘅價值，因為咧喺經濟嘅成效同技術突破上邊咧，動畫的確係好難同一啲純 IT 嘅項目直接比較，所以真係好難得可以得獎。成功就唔係能夠一朝一夕成功嘅，但係咧持續做好自己嘅作品咧，累積嘅成果都終唔會白費。